艺人曾之乔在14岁时以女子团体 Sweetie 出道，出道后也多方面发展，跨足唱片、戏剧、主持等不同领域。现今亮眼的她近日接受理科太太专访，表示自己在19岁那年陷入忧郁症，一直不断施予自己压力的她也曾有过退出演艺圈的念头。她对着理科太太说出自己出道16年来的心声，分享自己从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。现年30岁的曾之乔近日接受 YouTube 理科太太专访，表示在出道时对自己很没自信，给自己的压力带到比山还大，因为认为自己不够好。他对于每件事都过度用力和竞争，导致在19岁那年罹患忧郁症。但当时青涩的他却认为这是成功的必经之路，直到开始出现失眠、掉头发、对食物失去兴趣，甚至出现片段性失忆的症状，才让他惊觉自己的状况早已不对劲。他也坦言，以前认为演艺圈是一切，为了不错过任何工作机会，甚至在半夜睡觉不敢关机，也不敢出国玩，没有安全感的他过得相当疲惫。一直到24.25岁时，他才发现自己这一辈子太傻了，因为大家根本不 care 你是什么明星。这让他开始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并找到自己的步调。最后他也表示没有很想忘记当年的自己，因为当初那些没信心、自卑的状态才能提醒他时时刻刻都能用谦虚的心态继续向前迈进。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。